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用台语，我是爱用。今仔日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汉字。我之前有出一块影片咧，小可讨论文字系统，有讲到白话字甲汉字这两个。今仔日要来讨论文字这个概念，搁较深一层。我大部分的影片甲普文拢咧使用白话字为主，毋过有一寡人老会甲我讲。阿勇，你是安怎无写汉字？安尼写罗马字，我拢看无。因为一定有一寡人台语可能看无、听无，但是嘛想要看阿勇台语的 YouTube。我最近有开始甲英语的字母藏起哩，安尼嘛真好啊！同时学台语甲英文对无？所以今仔日的主题是汉字，尤其是这个问题阿勇，你是安怎无来写汉字？我的答案爱小等一下，因为我要先来说明一寡文字这个物件的基本知识。拢总我有5点。第一点，大家认为讲汉字本正有意思含伫内底。我对即种讲法了困扰啦，因为语言本身是咱咧讲的话啦，毋是咱咧写的字。人类咧讲话已经有上无几十万年的历史，文字上早可能有5000年左右，但是论真5000年以前的字，较亲像画图，毋是真正的所谓文字。即马咱所捌的文字，可能2-3千年前才开始豆豆发展，完全标准化的文字系统，其实是最近现代的代志。这表示自然人类语言一定是咱咧讲的话为主，毋是咱咧写的字。就安尼，若是讲自然发展传落的语言，咱也会当想办法甲咱的声音直接写落来，一定会当摕即种写法来表达咱的语言所有的意思。因为写出来的就是代表咱的音，甲咱讲出来的话，就一模一样，完全同款意思。你若听有你就一定看有，这是第一点。自然的语言是声音为主，所以若咱的声音会当直接甲写落来，这种写法一定通做咱的文字系统。还佫第二点，不管倒一个语言你若去看因的文字发展的过程一般拢是为即个画图，若是讲汉字会讲象形字为主，甲代表声音的字我嘛会讲音素字为主，就是为象形字甲音素字即个方向行咧。音素字就是讲咱摕咱的语言内底的声音来定义一套制度，讲即个符号代表即个音，迄个符号代表迄个音等等。罗马字华语的注音日语的卡纳，拢是音素字的款。记一个咧，这拢是无共款的音素字来代表妈即个音。其实大部分的汉字嘛是看声音来发明的，所谓形声字，无就是代表某物事数的声音，对无？但是汉字佫有形，就是迄个所谓有意思的部分。其实这是加压价，形声字若无形这个部分，其实咱嘛看有。所以形声字若规气变做无形的声字，还是音字，亲像我拄则讲的音素字，已经够啊。罗马字其实就是安尼发明的，为上古早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英语讲 hieroglyphics， 发明出来变做即马大家所捌的拉丁字母，就是 ABCD 等等。日语的卡纳嘛同款安尼发明的，毋过卡纳当然毋是为埃及来，因是为汉字摕出来一寡符号来代表日语的音。看即张图，希拉卡纳甲卡达卡纳拢是安尼为汉字发明的。若看韩国语甲越南语，因嘛是较早咧使用汉字为主，
单是咧用音素字为主。即张地图嘛介清楚吼，这重点是除了汉字以外吼，全世界拢有咧用音素字为主。好，我讲到遮哦，我搁爱强调一点，因为我绝对毋是讲啥物台语一定爱甲汉字迄条，还是啥物爱抵制汉字安尼吼。我干若是咧讲，一般诶人若惯是文字代表声音即款诶概念吼，若社会有自由通选，咱若看全世界诶历史吼，即个选择都介清楚吼，所以这是第四点，大部分诶语言拢选择音素字即条路吼，这嘛毋是后白选诶吼，这拄好是因为头拄仔讲诶吼，咱诶语言一定是照音为主。第三，就是台语目前诶状况，因为当有介侪人吼，尤其是少年家吼，台语讲无练转，还是讲半台语半华语吼，难做伙。啊，若看汉字毋知影安怎发音，即款人吼，像我凡说你嘛共款吼，咱袂创啥。有人讲爱去找词典，好，毋过词典标音嘛是咧用罗马字，所以意思是你个爱会晓看罗马字吼，才知影即个汉字安怎读。所以不管你偌爱汉字吼，你嘛爱先学罗马字，才会较方便来标注某物汉字安怎念。吼，这是第三点吼。台语目前有足侪人吼，看汉字毋知要安怎用台语甲讲出来。所以为着互大家知影正确嘅音到底要安怎讲，吼，写罗马字是上简单嘅方式。吼，反正就是爱先学罗马字，才有较方便嘅记事头仔来学汉字。所以过来第四点吼，就是学罗马字甲学汉字嘅前差吼。学罗马字若已经会晓讲台语吼，应该爱即2礼拜认真练习。我知影有足侪人会记记即个数字吼，即2礼拜哪有可能安尼？但是照真正的台语研究吼，照阮朋友的经验吼，照我家己咧教白话字的经验，我想即个数字有影啦，就是即2礼拜就差不多啦。啊，反正你嘛毋是毋捌看 ABC 哦，你可能就是还袂去记倒一个台语的音吼，对当倒一个字母安尼。啊，尤其台语的字母无偌济啦，20几个尔吼，所以20分钟通讲了了，啊，剩1-2礼拜练习就会使得。啊，若是讲较袂晓讲台语，也是毋是母语的吼，像外国人，也是少年家，我认为爱1-2个月吼，才会看较惯势。那当然较久，毋过嘛无偌久啦。吼，所以罗马字吼，1-2礼拜也是1-2个月。啊，汉字咧吼，大家知影为细汉看到大汉，啊，几若冬嘛学袂了吼，啊，又搁学了较罕得用的汉字，定定袂记哩啊。大家即马拢咧用即个输入法拍汉字吼，大部分的人无啥物咧用笔来手写，所以足侪人知影吼，定定袂记哩汉字，毋是我外国人无了解啊，毋知影我袂讲诶，这是一个事实吼。所以第四点是即个比例吼，1-2礼拜1-2个月学了了吼，还是10冬、20冬啊学了嘛足紧的袂记哩吼，即个比例真惊人啊！就算讲你足够记汉字哦，你真正较惯势看汉字吼，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有影是安尼嘛。第5点就是不管你偌够汉字，若要用汉字写台文。汉字本正都无公式，吼，无标准的字标，啊，教育部遐伊嘛无规范的，啊，因的汉字拢是推荐，吼。你看你我的你，吼，牛仔的牛，即个甲迄个，吼，足侪字，有人坚持因的字才是正字，毋过足侪人嘛无咧使用，吼，又搁台语有足侪字词，因为古早为各地外来语吼来到台湾，已经变做台语的字词。啊，即款的字词，若硬要写做汉字，啊，就爱想办法吼，创字还是照音等等吼，嘛拢爱达成共识
这无简单啦，我认为伫即方面达成共识甲汉字完全标准化。讲较歹听伫今仔日的教育制度内底是做袂得。论真汉字受到伤过政治的影响，所以这是第5点凡说你有你的汉字的标准，毋过别人佫拢看无无介意，无愿意使用所以倒转去上头前的问题。阿勇，你是安怎无咧使用汉字无囥汉字的字幕遐尼坚持写你的罗马字敢是袂晓汉字啊？我若想着头拄仔即几点就是自然的语言是教音为主全世界除了汉字的使用者以外，嘛照因的音来设计因的文字系统佫有台语目前的状况。佫有罗马字的学习真紧真轻松，几礼拜就会使得佫有汉字本身受到即个足严重的政治影响较无法度达成共识。我若想到即寡的问题我才知影我的答案。其实我嘛先爱讲我嘛真介意汉字，我感觉汉字真水啦我嘛有开足侪时间来学来练习。若是讲汉字有因的美丽因的历史因的传统我拢认同。毋过我袂惊汉字遐紧都无去即马毋是汉字的危机，汉字的末日那台语咧讲实在大家即马就较无确定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安尼啦。我个人认为干那靠汉字尔讲较歹听是咧行死路。会晓讲的人都愈来愈少，袂晓讲的人看汉字嘛念袂出来，音拢个讲毋对去。所以我完全无反对汉字我嘛真介意汉字，但是我个人认为靠汉字无法度救台语，所以我决定先斗3工来铺即个罗马字的路。若是以后大家想要达成共识，用汉字为主。是汉罗南用，是罗马字为主，甚至大家要创造新的一套台语字，像日记卡那，我拢尊重。毋过当咱爱先用一个罗马字来保护台语，所以呢，我提供全部罗马字的字幕甲普文等等是因为我想要鼓励大家来学。顺续互大家一寡较趣味的媒体，哪看哪学习。当然无人通强迫你学啦。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敢爱学习是家己的选择。你可能嘛无迄个美国时间去正式上课，所以这一定是爱靠家己才做会得。我真希望足够讲台语的人台语若是你的母语我希望你愿意付出一寡时间来学即个罗马字，互大家知影你的台语安怎讲甲大家鼓励斗阵来保护台语即个语言。我嘛望即方面我提供的作品加减有斗3工先到这感谢大家观众朋友收看，因为我知影这个主题一定有足侪无同的看法甲意见，所以请你伫下骹留话继续讨论。搁爱请大家观众朋友爱会记得订阅市赞佮分享感谢努力，先安尼则搁讲再会。